大多數廣州人都聽過呢句話㗎喇，正衰仔，拉你去流化橋打靶啦！咁流化橋呢一個咁有詩情畫意嘅名，點解會變成廣州人攞嚟嚇人嘅地方呢？今日就同大家講一講佢嘅前世今生。相傳喺千幾年前嘅南漢朝代，廣州流化路呢一頭呢，以前有一個大到離晒譜嘅芝蘭湖，咁啲湖水呢仲清到可以用嚟照鏡嘅。咁南漢皇帝仲特登喺湖邊起一座芳春園，專門俾後宮佳麗住嘅。咁當時跌落湖面嘅花瓣，跟住啲水流穿過園入邊嘅一條木橋底呢，皇帝見到就詩興大發咁講啦：流水落花春去也。咁所以呢條橋就叫流化橋。咁後尾呢，連成個湖啊都改成咗叫流化湖。咁講到呢度呢，就不得不提古代廣州嘅市花素馨花。咁相傳南漢有個叫素馨嘅種花女，種滿晒西域傳過嚟嘅素馨。咁皇帝呢，就睇中佢個樣夠晒靚，就將佢呢納入宮嗰度做寵妃，仲專門為佢呢喺芝蘭湖種晒呢一種花。咁點知呢，好景唔長，宋朝嘅大軍殺到，南漢就亡國，芳春園變成咗廢墟，唯獨是素馨花同埋流化橋個名留低咗。咁到咗清朝呢，佢仲係市花嚟嘅。咁時光飛逝啦，流化橋喺明朝就改成咗石板橋，清朝刻咗流化古橋4個大字。不過到咗民國呢度開始就陰風陣陣啦。咁原嚟嗰時芝蘭湖呢就乾晒塘啊，周圍生滿晒雜草。咁政府呢就索性將呢度呢劃咗做刑場同亂葬崗。咁所以舊陣時阿媽鬧仔呢都會話啦：正衰人，拉你去流化橋打靶啦！尤其喺1947年嘅3月27號發生咗成個廣州最轟動嘅事，就係日本仔華南頭號戰犯田中久一被押到嚟呢度食花生米。咁呢個田中久一唔係普通嘅日本兵，佢做過香港總督兼23軍司令，仲指揮過廣州大屠殺。咁喺抗戰勝利之後呢，日本仔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田中久一就被認定為越級戰犯。咁喺1946年嘅5月，喺廣州行刑軍事法庭以戰爭罪被判死刑。咁田中久一成為中國國民政府喺反法西斯戰爭中處決嘅最高級別日本戰犯。而喺1947年嘅3月27日，田中久一由主任監察官蔡麗金驗明正身之後呢，就仲食咗半支煙，飲咗半杯酒。憲兵就將田中久一押上咗卡車遊行示眾。咁車上呢，仲拉住寫有槍決華南頭號日本戰犯華南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中將嘅白色橫額。咁下午3點15分，咁行刑車隊呢就嚟到流化橋嘅刑場啦。咁當其時呢，就有唔少人到場觀看行刑，刑場四周呢就已佈滿咗警戒線，嚴密咁戒備。憲兵就將田中久一押咗落卡車，命令佢跪低。由憲兵李明德用步槍去行刑嘅，打咗4槍。行刑後，即時就由主任檢察官蔡麗金詳細檢視，證明呢就已經釘蓋，然後就切除咗警戒線，陳屍數小時示眾。咁警戒線一設呢，圍觀嗰啲群眾一見呢就即時蜂擁而上，對住條屍又鬧又踢，可以見得群眾對侵略者嘅恨之入骨。咁田中久一就被槍決啦，成為咗喺中國被槍決最高軍職嘅日本仔。咁廣州流化橋亦都成為咗見證廣東軍民百年屈辱被雪恥嘅地方。歷經變遷，昔日流化橋嘅景致已經唔存在，現僅存呢清代重修嘅花崗石橋面，橋面長約5.48米，寬4.55米，側面仲刻有行書嘅流化古橋4個字，為越秀區登記保護文物單位。千年滄桑，曾經嘅華燈畫坊變成咗鋼鐵森林，但係流化嘅故事仲喺度延續。流化橋帶嚟嘅唔單止係回憶同埋眷戀，更有更多嘅延續同傳承。老地名融入現代化城市嘅生活之中，讓歷史嘅記憶有咗新嘅打開方式。